新闻一开始，咱先来关心2024的总统大选。国民党侯友宜昨昏参加台中竞选总部的成立大会，佮讲到重新启动服务这个议题，强调两岸的经济是无可能切断。若民进党热清掉，是去故意的大票仓台南，讲要推动读高中甲高职拢免学费。若民进党高文哲是话讲要带领台湾脱离哪力两党。天气冷期间，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甲台中市长罗秀燕斗阵穿短裤参加台中竞总成立大会，代表勇敢站出来，更加表示爱水唔惊流鼻水。不过对着重新启动服务议题，和民进党批评是甲台湾的经济锁入中国。侯友宜强调，两岸的经济贸易无可能转去，爱热清着卖无清无楚。咱给人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但是你不要看到旁边还有一个大篮子哦，你们爱克给人啊。我们对大陆两岸的经济贸易无可能断嘛。今仔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17几天拢伫本命区台南积极来做事，受到在地乡亲热情的支持。虽然台南是民进党大票仓，不过也唔敢放松。赖清德讲，第三组总统候选人各自市长任内，以执政清廉度上悬，表现上少。同时也搁再提出教育变权的政见，明年起读高中职学生全部免学费。年收入无到70万块的。囡仔无论读公立、读私立，政府一年补助2万块，好啊无？有问题，该查就查，该办就办，该移送就移送，该离职就离职，这是清德的态度。台湾必须是由一个清廉、勤政、爱民、爱乡土的政府来领导，而不是一个整天在制造社会的分裂、制造仇恨，然后大撒币喊口号。但是并没有实际解决台湾问题的政府来领导。民进党总统候选人郭文哲下晡是到桃园参加造势大会，主办单位划出现场超过100人参加，不少是少年人。郭文哲发表演说，虽然是带领台湾脱离国民党甲民进党的决心，更加表示真感动参加的支持者拢真主动，因为无亲像两党相反有发便当。最后更加向支持者发话：一百人无放弃，阿伯就袂放弃。记者综合报道。